Hello，欢迎。Hello，阿 John。欢迎。我是人呢。哈，我不哈，理无人来咩？不理 start 呢。你知我是几句？你他妈看，你未记得啦，你？我会记你边度，未记你名。谭姐。我嚟。我係你。我操，未記得我名啊，對。我係你，我真係我哋 posting。你看到 OK 啊？你咩？即 hang out 嘅，你看到 join 你 OK 啊？無啊，無看到別人啊。特別你看到你 join 咯，一 click 你 join 嘅啦。test。我 usually 冇人揸嘛，其實我揸車。那邊幾點8點。哎呀， OK，你家姐不是8點早餐呀？嗰是幾點？我做緊時啊，做緊時6點幾車啊。哇，你早啊？我爸未起喎。後面有啥路呢？路誒？我啊，到我早啊，我到叻誒。無我做工寫少誒，有陣時做甲隔日日早起，甲是隔日日到下晡誒。哦，你做咩？嗰啲想誒，特別我是做 event exhibition 誒。所以你只是等咩？即做嗰隻啱嘅係咪？做一幾咩係？看咩 project 咯，有啲 project 較大來講，就真濟人 involve 就做，無想。OK，等陣你做咩？我做film production，I mean 唔是翕 film 啦，特別翕 video。翕 video。哦，我 boyfriend 是做 multimedia 本。好，我是 multimedia。來下 McDonald's。
嗯，你當咪講有啊？有嘅，有無？有有 OK。我做 multimedia 本來我翕 video 參做 motion graphics animation。诶，跟我 boyfriend 想，嗯，但係我 boyfriend 講是，伊是日本人買伊，哦，แล้ว當機咪就幫去日本。無啦。特別伊人日本人不要講阿嬷，只歹 communicate。哦，你特別學日本人話，無學啊，伊無學啦。伊講小妹甲日本人講話，無，要甲日本人做工哦，你袂使甲，袂愛死，就是當個人是白某那款做工的，即係做緊為公司的。即係博士嘅校做緊，安那做到了博士的，伊人會做工的。即係別行嚇。是啊，伊做啊，伊是11點入去做工，了會使做甲逐日啊，2點對厝的人，2、3點、4點那款對哦。嗯，別下邊。伊會當我袂當哦。南西哥哥未接來，G 南西。南西啊，伊 maybe 袂 join 咯，因為伊 a bit 伊嘅聲，伊嘅 voice a bit problem 咯，伊講伊 almost lost voice，唔知影伊有 join 無 join 啦。嗯，嗯，然後第四對啊，你妹？你妹，嗯，幾個妹啊？12個月嚇，我 Christmas 是12個月20幾號？都對，哇，我乜都嘅咯，得了有無啦？就是我乜都嘅咯啊！我講，啊，就是領導冇來讀啊，我等於是，遮濟物件做咧，都袂走。安尼這一個月我十邊年，我家己做工就這邊袂走，你到 KL 嚇？我到新加坡。誒我去新加坡咧，就是，我1個月，我 before 我等於是1個月7號我去新加坡。你來幾日？我想若是講有來個3日呢，我本身我是拍算買 organize 什麼物件，那邊若是別人，若是老人家叫要 unofficially gather，然後我會 try to 去啊，特別新加坡那邊幾歲1個月7號我去新加坡，2015哈， ？2015個前頭。然後你有叫幾歲哦？我冇講到個，啊，佢別個人講。嗯。特別嗰邊咧好嘅人就係來面使啊，但係呢個時間講啊，拍廣告啫。OK，冇人嚟咪見人講就好啦。哈，無人來啊！哎呦，快來哦！哎呦，咩我人講咩？有時上濟人咧，嗬，冇咩解亂上濟人。人嚟吃少人，才頂多是3人是最好嘅。誒，是啊是嗯，啊。3人最好嘅，有人直接講了，有人 start 啦。有時候我換特擺啊。Start。條絲咧會俾幾開話 music 呢？動唱會幾開。
當場冇聽到啊？啊，阿未個，阿未開個。嗯 I launched it. Oh, what the hell? Oh. Ay, hindi. 本來學見。睇到。哦，聽到。OK，等等啦。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啦！個在到等係本來學見嘅節目，聽我人嘅話新嘅話題，我人有講有笑有你冇幫助。即係禮拜咧，我人特別嘉賓，呢是真特別，你只招人咧。成日聽到嗰陣本來學見嘅時間嘅時哈，我人特別嘉賓咧就是老椒豆嘅歡迎，老椒豆嘅啲麥當勞啊，得啦，你咪 mute 掉。bằng unmute 你咪先，或者你咪OK。咩音 Hello， 大家好。呢度得啦。海南咖啡店。哦，海南咖啡店。海南咖啡店。水啊？是咯。你咖啡店你水個 account 呢啊？冇 account 嘅紅事嘅。哦，你水。แล้ว你到底係邊อันนี้特別冇到厝誒，你做工嚇？我係厝嘅 connection 冇水啊。哦，你到底出來啊？哦。แล้วอันนี้有ซิม啊，大概接出來。是咯。誒，你是當but anyway 這個就可以拿來個一人，就啊，來就是，報告先老椒博一零，歡迎。Hello， 大家好。博一零OK，淡仔一句來哈，淡仔個字很一句，我那個先一來你是講，你明年是幾？明年啊，明年是芒咖喱。芒咖喱咪是捌來過啊，嚇？捌來過啊。芒咖喱歡迎。芒咖喱等陣播一零啊，你啲數你零下นะ，你唔係你咕，你做咩？嚇？公司啦，咕嚕，哇！我哋學定啊，我試試啊。你紅事你吹一啲聽到咕呢？OK， 點啊？改下網數啊，網數啊。我有冇拎嘅啦，對。對，兩個都講嘅，唯一冇練嘅。唯一安怎頂到你講安怎，我上未記你講細漢嘅時安怎你名唯一咧？朋友好誒，了是個假人，了個頭前個安尼大一個。你是個假人了？了頭前個安尼大一個，了拎大啊！嗰是個假人哦，細漢就是個假人嘅，後你講。無啊，我看到人食濟飽都假了誒，我是臉啊假啦。你看到我係假啊！你看到我係假啊！阿 John，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假咯，因為我講邊嘴巴嗰種嘅。哦，嗱，我看直接要食，你邊度見到食嘴巴都假？你看嘴巴。喂玲愛教啊咪？係啦，愛說過啊。哦，所以你說問教我啦聽。我係 job 嘅。嚇咩嘢？係 job 嘅。會使，你做我咪做你咯。你做我咪做你。會使冇事啊，你做嘅點是冇事啊。係咪是冇想？冇事啊，會使。你都冇使迄位嘅。你要見作爽嘛，女。我是唔捌作，我唔是唔捌作過。阿 John， 親戚叫你 call 伊。你叫我 call？ 西。哦，親戚哦 ，OK。Hello， 林西。
南西来啊，南西，南西冇聽啊，用手邊嚇，我嚟揭笑。南西南西你拍字啦，拍字咧是豆嘅講你讀， OK 啊，冇問題啊。呢叫你都有看，你去過邊啊？喺旁邊 ，OK OK，豆嘅你嚟讀啊，你做南西嘅聲嚇，你做南西嘅聲較懸，南西南西嘅聲最較懸 ，OK OK。佢而家再未叫，我係請夠，我係 voice 夠錯，係夠錯啊！我哋做南西聲。幹你那 no voice， 那是南西聲啊！你問咗我有淡薄個嘅，特別是就係種淡薄起先攰種嘅先個。啊？哇，辛苦哦。誒，等陣我可唔可以啊？芒咖喱嚇，歡迎。歡迎。咁係定到來是講咩我哋啊？哦，啊，別記二才是講車，講鬼啊，呀！誒，等陣我鬼啊，鬼嘅故事。故意告訴 OK。嗯，啊，等我隨情紙就看伊個名。到底 Skype 下叫我可以。我聽咗清楚。清楚啊？你度暗坑啊？哦，對啊，親子 ，welcome 親子。 Thank you, tao ghé. 係 At last I got through. 啊係。OK，歡迎大家來啊！OK，แล้วก็of course 即係芒咖喱善招芒咖喱，แล้วก็南西聲是無聲，所以特別邊啊特別講即係豆嘅聲關時就是出南西聲，แล้วก็我老趙青子歡迎，歡迎大家好。大家好 ，OK，咱嚟拍確啦。即係咧，你咪話第一你咪講派蛇啊，派蛇上面時我俾解釋啫。你講有啲人是內心成啊 introvert 啊，較派蛇愛話係咪派蛇你睇啊？你有時會唔會可能講緊你一家看一句是 extrovert introvert，特別我未學過 introvert and extrovert 到底學緊我唔真就講我。แล้วเป็นมวยครับปัจจัยหาตัวที่อันนั้นกันนะนั่นก็สังกัดของก็屬於ค่าสังกัดค่าอันเจ้าของจริงๆ你明白อันเจ้าของนั่นก็สังกัดค่าไพ่เสีย見笑啦，ไม่คิดเสีย 見 วฮะ笑了，見笑。You know, John, 我看到你嘅 titles 啊，拍攝 straight away I thought ab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that is very funny one. 講嚟 You know，你若是坐去lift 啊，嚇嗰啲叫電梯 lift 電梯唔是 escalator 咩？我諗攞你乜叫電梯喎？電梯咯你知啦是。 ，escalator 是行去去嘅嘛。攞你乜叫電梯啊？是咯，另外一咪叫電梯咯。OK，即個是你知若是你去做工啊，早起啊，你等個電梯去 office 做工嘅，真正濟人去等嘅咋？咱若是伊電梯來啊，門開呢，逐人撞入去咯，撞入去了真正窄嘅嘛。你若是你捌坐電梯啊，真窄了，一個人去內面，電梯放屁。嘿喲！我甲你講，我唔是我就我係朋友啦，我係好朋友啊，平平去做工 office 啦，伊放屁啊，咱請解啊，伊唔敢講是伊啊，直頭看你啊！無，伊唔是看我，伊舉手冚伊個鼻孔，切，你放屁啊！後尾你講唔知咩，我逐人來上我。亂啊！依家咧，我出去時，門開啦，我講，
唔是我，你後兜你問下我咧歹勢啊，別人看我成咁就我是我講你幫佢，我真係你幫佢。歹勢點啦？有冇變？你硬變就硬去哦。係啦，即係叫阿咩啊？鵝面啊？鵝頭。鵝頭。誒，我嗰時我未都能學，正常歹勢哈，加見笑呀。你到啲飛機唔對飛機，啲電梯裏面咧，就是講你是成個加見笑嘅人啊。你只去電梯時，你人感覺到成個唔敢看人嘅啦，可能。但你唔知俾看邊好啊，係咪？冇啊。特別我看青子，佢就唔是見笑，伊你們哪有見笑？我那是入去啊，那是入去電梯啦，有人啊，有囡仔啊，咩啊？我笑個人，我甲講 hello 咯，面下面安尼做朋友個咯。你就是未見笑人啦，我想啊，你是看有你拍攝，但我未看別個人看一直電梯嘅是成個拍攝見笑，無咪敢看人啊，目睭唔知要看到落好啊，要看邊。有做你知啊？你睇港股去電梯啊，你個咪甲人講話，你個看頭殼、看頂面啊，看邊啊，看邊啊。我未看bằng咖喱你是拍攝哦，你電梯啊，有時啊，你咪看去看你嘅電話嘅啊？你嘅電話出嚟看。冇啦，入去啦，你咪看咧至幾樓咯，直頭看嘅幾樓。目睭伫上台，南尾行就好。啊。你感覺成個강구佢呢成個，哎呦，唔知個別咁愛個人講話，變一個人咧咁愛看，佢目睭唔知看得落呢。會使啊，有時嘅啊。即個咧睇到嘅呢？看後景咯，and then 看佢 number 咯，看佢 number 九啊咯，and then 看後景嘅咯，看 street 嘅咯。南西本身看到南西本身講伊看 street。And then 看伊 floor number 咯，and then see the button 咯，看伊 button 咯。南西到咯，我冇看到南西到真係。南西有，但伊 voice 冇講水，睇個 man 了。有個錯係咪咁？แล้ว伊 voice 較 sexy 了是哦。sexy 啊！個即個即個博雅玲亂咗。就啲悄悄白啫，我那邊我物件看佢啲白我物件你講咯。然後jog 嗦啫。咪嘅嗦嘅爹啫。我講咯，你講，你係悄悄嘅。悄啫，俾啦。佢看電話啦。我都會使看電話。我見我較濟去電梯入面，我是看電話誒，又看電話，看咯。check Facebook 啊，咩啊？check 物件啫啊，你看嘅啊。我未啊，我未啊。電話字。未咯，嗱陣住入邊啊，無撚咗 check 啦。多事咯。嘅呢？嘅呢個係嗦呢，棒嗦呢，你個嚕呢，但係喺個電梯裏邊就冇 line 你嘛。有 line 啊。嚇？誒，到嘅路幾咩路去到咯？海南咖啡店。哦。海南咖啡店乜水嘅話？係咯。海南咖啡店下面我咩物件賣講啊聽？有啊，有 Jasmine Tea。Jasmine Tea 係咩？Tenang Teh。海南嗰邊伊個海南啲 chicken chop 真好食啊！我冇食哦，我覺得食 normal 食一巴，我冇食喺個貴個種嘅食一巴。一巴 chicken chop 就一巴係咩？我有時食一巴，我唔知呀，我睇嗰度冇講。係咪個隻一巴？飯桶啊！飯桶啊！我是飯湯嚟。我等我去食幾杯時間，俾一湯嘅背後你嚟啊！是啊，講係嘛，都講嘛，講啊，我冇飯我係死啊！我冇飯我係死。你講你嚟美國佚佗啦，嚟除話啦，然後你冇肯食飯你近呵？
我是那 oversea I mean outstation 啦，我会 try to adjust 咯，but 爱有分分啦。你打喊就一就久，该特别食得久。我想包有我要2 or 3也无食饭呢。2 or 3 year 啊，攞3年。2 or 3兩三年咁款。哦 ，OK OK。無2 or 3 year 啦。安尼，大家你都未使去北京啊！北京一樣好邊個都是食麵包嘅啊，唔是食飯嘅。哦。As long as 食了會飽就使咯，是無乜咯吧？我係你食飽未飽咩？你食飽嗰個飽嘛？愛有飯咯，就講我是飯湯就成款咯。係啊，你 OK，你講到對啦嘅我哋。哎，毛毛菇，食飽啦嘛？Hello。我先未食先喎。毛毛菇我未รู้啦，我人講歹勢啦，像你行接電梯，人較歹勢啊，你行接電梯啊，你唔知要做咩物件啊，喺電梯入面 trap 掉啊，你放屁。咁你嚟走啊？我唔是嗰一個放屁，唔是放屁，啵。哦，要拍阿 John，especially 食了榴蓮係點聲？哎呦，講啊，哎呦，你pressure cooker 死咗啦，面嘅。個有咧，迄個 cargo lift 啊，無 ventilation 啊，然後食了連接起，啊，你啵，我甲你講吼，會死㗎了，蝕啲頭家。會冰山啊！啊，無就食阿煙咯，食大腸咯。嚇！我甲你講啊，你講去電梯啊，你食你紅嘅腸頭啊，你若是去食羅蒂站內啊，你有 notice 到，伊個羅蒂站內啊，伊樣嘅油啊，咩掉去個沙位啊。哦。嚇！然後你去電梯若是真濟人啊，哎呦，真歐郎伊個靚仔味啊，哎呦！伊咖喱真夠掉身軀嘅咖喱味。對，伊霸王嘅味啊。我電梯你行拄着囡仔味。Hello。Hello， 你是咩咪？新椒啊 ？Hello， 你是新椒。Hello。啊，你咩咪 ？Hello。嚇，我能聽得到你講。我能聽得到。我能聽得到你講。聽唔到啦。但係邦加利你講咩？我講未到。我行嗰個電梯內面啊，拄着囡仔味，哇，夠辣咯。囡仔味是蝦米味？超菇。重嘅囡仔味。你是唔是也有？囡仔查某薄淡薄油，像也油薄啊，味是唔是？唔是啊，我好冇直接講頭先，囡仔味真濟款嘅囡仔味。假如你若是你去電梯裏味到嘅，伊個嗲嘅味啊，養老館個嗲嘅味啊。特別你唔係囡仔呢，別人咪是有。目囡仔較濟，養嘅較濟毛嘛。囡仔食辣。唔知是較濟毛，還是有可能養紅色冇咩關係養有人啊？唔是老怪家己炒有薄淡薄物件，伊囡仔味誒。嗰個囡仔有薄淡薄物件，睇囡仔是唔是椰油吼？也是椰油可能。唔是啦，伊人薄白朱哩啦，白朱哩嘅油啊，去伊淡毛。特別人若是馬路薄呀，冇呢夠辣咯。伊若是新鮮薄薄呢慘。是樣咧，若是出熱啊，伊人流汗了，伊個啲味啊，哎呦，會歐郎啊，會吐出來啊。OK，嗰個一個，攞去 toilet，一路白白到喺你 cubicle 內邊位，一路做大生意，一路做機。一路做，啊，實在你個表記都做機個表記，一路個機埋，好似咁。會歹勢哦。毛菇，你若這邊 bro，你變個後尾 flash 一下咯，伊 flash 嘅聲咪冚嘢，冇。唔是，放
幫曬尋幫配，然後佢哋我都只歹勢真係喲。哦，對，我知，你話是幫曬是啪啪啪啪，是唔是？我 office 拿做啊，這個我 office 拿做啊，我 office 冇啊。John，身價公開。我入頭可能身價嚟咩？冇身價公開，伊冇拿一定。係身價可能個有淡即係你新招是你把你入來怎麼？你聽到我未？Hello，你聽到？你聽到我？我聽到人，但係我未看看聽到路人啊，人直。你對啊？直對。哦，你嘅 connection 會好，佢對面 connection 你轉去俾嘅 connection 咯，要這裡曬電話線碼嚟呀，然後你落嚟調嚟 minus 個落去俾嘅。I think 我 better 唔做 ，because 我未曉。你特別咯。我有物件甲你講啊，白鬼嘅。哎呀，鬼又未 start 過咧。是咯，未安怎好咧？嚇？你確定你困咗咩當 game？我當 game 是到檳城啦。我 sorry 到 KL。特別你問困過啦，你往另外一話題時間是幾嘅？roughly around 30 minit 安看就完了啊，看。當 game 我 stay on 啊，若是我 off 去，我袂曉 on 到對啊。做咩做？因為嗰時我係新做啊，我係新到邊咧。然後我 husband 本冇地 ，so I'm all alone in the house。但係你安怎？就輪地。我就輪地。我當你教你先，你不打嘅等嚟，你在當晚你第時候，你咪是去到啲你記住你看到，唔知咪邊咧學見了我人嘅 topic，然後 join hang out 嘅，你 click join hang out 就對啊。特別因為下邊有寫條無上嘅話題，所以另外一個話題是看接來一個話題，往時講鬼嘅時候，我看一邊嘅時，你過去看你 page 嘅時候，佢看出啲新嘅，你 refresh 啦嚇，有 refresh。未曉。你用咩 computer？ 你 KR 嗰隻 area， 你 KR 嗰隻 area 我冇縮個課程了。哎呀，冇啦，John 啊，我好安嚟曬我見。John 伊有 Skype 冇？伊有 Skype 嘅 connect on Skype 了，stay on Skype 啦。Skype 你用 Skype 喎？Skype 我係 iPad 嚟有啦。使。Hello。你 call 我。特別我係 iPad 是我 husband 嚟喎 ，so never mind。有見係啊？我教你名咩？你是名咩？你話名？你愛學我 nickname 係咩？你咪可以學你 nickname，你教佢驚。我 nickname 是龜尼都。龜尼嘅都。龜尼都。OK，龜尼都咩嘅？我講聽你安怎嘅？唔知你 join 到邊行？但我講你應該是OK，我記你名，我可能我那時別嚟講係我加 contact 你嚟講，特別你安怎啊？你那時講，但係你看到你 page 下，有時 join 咧，邊嚟學嘅你 click 你 join 我唔會你本是有物嘢講啊嘛？你是講係呀，我謝咯。特別唔是我聽到你一個one of your 一個啦，伊講啊，no 2012啊。蝦米餅成隻餅就成隻餅啦。唔是巴厘餅啊，什麼嘢？係雜包啊？巴厘餅啊？巴厘餅啊？巴厘餅，2012年嘅事嘅。你講咩啊？講咩嘅？November 3號12月嘅。喲，真係就講我哋啊，係你 condo 嘅啊，有水嘅啊。
講起你電推佢冚咩啊？唔是，伊即期推，了就大波接來本，了大波會你去小水啊？我會記。你會記哦？記。嚇，你大波解講邊馬路就嚟人點先呢？唔是，潛絲。嚇，你會記哦？會記。會記哈？tapi kalau kau tapi 唔講過，我哋笑了鬼，tapi 我就係食俾梅了，但係咱講派事上面下幫曬時，你就是在經嘅嗬，你去將板嚟幫曬啦，你紅香哇幫你多粒嘅配嘅出來幫曬時，你派，我教諗隻辦法啦，我那是講我再講我感覺到你跑唔出咧嗬，呢度。你做咩timing準啊？一二三極嘅時候，你跑在出嚟時，咁你跳追成搶就是就是咯，就是我夾望佢講咯，那時咧要聽冚起來咯。問題就是你個人成個持珠啊咩？你就已經already成個拿幫了咯。你未等後尾去當去檢嘢 handle 咩？你就是拿木嘢俾個點成個刺激 handle 咩？神奇，有啦，你買啦，我拖水，你大講是嚟西。這不是你別拖追，你是 maybe 是你國家係就問到啲肯用你手 Q 嘅呀？我 office 做咧嘢嘅泵咧是拿嘅掛啲面咧，不過佢刺嘅掛嗰陣梗係刺掉嘅，唔是你別咧，你帶啊，別咧帶啊。究竟咧，變咯，你 prepare 係變咯，你咩事？你講講嚟吹咯。But 你一出咁時候，冇你別 expect 嘅嘛，是唔是？哎呀，冇 expect。喂，應該是嘥。是啦，你再 explain 啊，講話知道一隻咪全隻刮咧呀？你使咪全隻刮，你咪阿 John。嚟 Violin。你幫曬嘅時候，你使你抌落去嘅時候，你卡住被逼有啲卡入邊。哎呦 ，Black Jack 啊！你這個屎啊！你出來成個那壓漲嘅屎，但係有你擺俾抓下佢啊！你極少你來去爆炸嗰個洞啊！啊，豆嘅你咪睇個男仔講未？豆嘅男仔講伊嘅朋友，頭一擺去拍拖，甲伊搭個朋友。我是直直搶水，然後搶水入邊嘢搭個朋友就講講你們搶，我陣係咪第一次發生？呀 ，romantic 呢？喂，搭個朋友嚟搶哦！你第三代，不，OK， 我咁樣轉到點講另外一個歹勢物件是講，明啊，最。有可能咱內邊咧學嘅人就是較少歹勢嘅啦，加起來講，我是講最正成個講歹勢成個let's say 講到細漢時候，要去叫物件，等陣我俾佢介紹，佢一道介紹大粒頭就第一名，大粒頭歡迎，大粒頭，對啊 ，hello，大粒頭我未รู้大媽你別講嘅，大媽我能講咪是到啲等推炒邊，炒邊個邊，你講下咪，大媽你講下咪物件，雞，你講雞。Okay, na ilang chia a lot of ghee, chia ghee. So sometimes ilang lao kwai si EMB. Oh. Yang ghee si clarified butter, ghee si ghee lang sai ghee lah, kalau macam ghee si, yang 我唔知得叫哈。ghee 就是butter 油啊。整個 butter 呢，像 isi butter 嚟啦，tapi butter 係裝啊。
伊 clarify 啊，伊 butter 咧 milk fat 冇诶。你真超咸的啊！tapi Kelena CR if lang ki Kelena restaurant Kelena CR ilang ka je yung gi that's why iye dishes kalau kapang. 啦，要我是搞。Tapi 咱做roti canai啊，roti canai ya roti canai kami kalau kapang. Tapi le gi jasang je le to si kalau kon lah. And that's why Kelena race ilang genetically 咧，就是they are more prone to heart problems 咯。講句，你講句另個 last sentence in Hokkien 真係冇 complain。係你我哋有講啊，呢個啦，較有him related 係咯。ตัวเร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ฮ่องกงน่าจะให้ก็最近所伊有心臟病伊 percentage 較高咯。percentage 上面我都講嘅話，就嘅。伊8%較高。OK，咱學嘅 lesson，OK 了啊。那時等我未可能轉住拍攝，成日講你細漢嘅時，你要去我哋咪嘅食啊，特啲晚山啊，是得類啊。你拍攝唔敢去叫，啷喎？哇！啊，你講，冇我細漢嘅時，去 AMW， 得到邊咁多勁啊！哦，你飛機票會記哦，bang lepas飛機票。對，哈。我去到了，別細漢嘛，你叫我該食 onion ring，แล้ว我別曉叫，แล้ว係時咯，我哋咪就記，你買打電話，แล้ว我叫我廿大哩出嚟學你，你唔買未好啊？其實。啊，你家咩喊水？大哩嘅。哦。我就係講細漢嘅。我就講是貴類，你我學伊類，伊不買未好啊？叫我想，你伊serve 我個冇嘢叫。哦，你細漢嘅還是幾歲？Standard 4、Standard 6、Standard 5哦，你聲個仔弟弟，然後你抄風。我啊毛毛骨瑞聲點 break 點接講嘅，聲就接講嘅。OK。你 try 用你買用你 headphone 或直頭用你 phone？ 我教死啊！我用出啲聲係OK。你用你 computer 啦，你係個住個別人細漢時拍攝我都物件。冇啊，人家都冇驚呀。OK，一個人住正成家去演講啊，成日去大頂啊講話，加一人頭前200-300人頭前講話就拍攝。哦，我會。哈哈，你安怎？你乜調成日調去講話啦，準啊，係嘛？presentation 嘅時候。真係講下你經驗。好啦，梗係講經驗。你就係 ladies and gentlemen。我哋可能啊，係。我未去大市正考下。冇啦。我冇你幾時考？講個考太順了，唔知要講係咪？你兩張，你去打即係啥物學？你讀冊是你班就俾 presentation 上面做工嘅啥物？做工嘅事哦。哦，你準咯，你除咗打哦。冇，因為後期是後陣時間 OK，了過後開始到個因為有一個 project 是甲一個頭特別做誒，甲我 lead 特別做誒。了我也出來 present 㗎。成日講唔是我物件嚟看，了佢哋 blend 掉去安尼樣，撐去個頭腦安尼樣，我唔知講去到邊咯，一想
啊，แล้ว你頭啦，咁樣數那個頭。你頭啊，干那塞。啊，冇啦，我唔是講嚟，唔是講數嘅冇一零啦，講數呢後背夾隻位啦，頭腦嘅男神，แล้วก็จะ成個去實 public speaking 就ไป起來大頂演講啊，講話是個轉鏡。你閒時應該有乜矛盾嘅啫？講故事，起大講故事。啊，你講下。Tapi tokim lu ko na silang pinah hoking ka na silang ka bukya. Bukya, kay di ka si wa get ready or wa sinya half fast ka na pui ka na pi lai la. Ki ha ding tong bu no ku nya. I think start bu ka sa ku ha nya ka do tin lai. Ha mai lai. Cô con. Dạ,你超級拜拜啊！你聽到咪咪我啦，我忘記 iPad， 拜拜。哎呦，梗係未tahan你啊！哎呦 ，OK， 你是，咁樣叫話，別人咧啊，即係，啷個咧冇見，啷個咧成 extrovert 呀，啷個咧成個，我在大粒頭，你 extrovert 咩？你成個國考嘅人講話，係咪你歹勢啊？你。我都是 dual actually。你教我差唔多先。我家己做物件我 tend to introvert。特別你冇成個。if 我對 engage 甲人講話 then 你冇會使。我係變 extrovert。哦，教我差唔多成，我係按啦。但我係家己 preference 就是 introvert 啦 ，because 我係 character 我做工我 tend to。點家己一人咧？家己一人做 ，because 我partly 我 grow up 嘅時，我細漢嘅時，我對內都是我對我 room 做我家己。啊，你叫時間叫你出去成個叫你拍電話去甲咩公司講物件，你成日細漢嘅時，你成日講要歹勢啊？無我係 parents train 我了。我細漢我 father already train 我了。安怎 trainer 叫你否認這邊係咪啊？我細漢嘅時買物件，我嘅 father 給我錢。叫你去買。叫我家己去買了。然後我。特別 before 你 train 嘅時你會驚。我 kindergarten 嘅時 ，nursery school 嘅時，我教了對家己做。哦。所以我嘅 parents 講拿錢就家己去 settle。So 別人看別人有伊來打幹嘛來，and all these things，我家己買家己也哦，伊 trainer independent 啊。我教了家己做。Then also 我係爸成個 as far as dealing with 公司。學緊話。我係爸啦。as far as dealing with 公司。學緊話我細漢嘅時，我係爸有帶我出，成個 business 上面物件。生意。那生意有大項，有代誌，有時做代誌啦。serious 物件啦，有 opportunity 嘅時，我係爸帶我出。去做數係咪物件啦？炒到去。我對。你看世界啦，你看世界。所以我細漢 already train 了。啊，你OK，我每定到係叫我去跟丁嘅時，我一班教我同學，嗰啲可能咪是去，我是去咩同學嘅時啦，一定嘅同學，嗰啲我就去跟丁佚佗嘛，因為係伊個頭一巴士跟丁，然後我諗就去嗰邊一去行去大 hotel 嘅時啊，我哋 hotel 我就幫曬乜學生，所以我咪是。幾個人即係個人嚇，知道一間房間嘅咯。有時到兩人去隻煙嚟房間咯，一去下面時到，一隻煙人跟他隻雞煲呀，個了，應該只係特別嚟叫做雞煲嗰條。有時雞煲啊，唔敢去 lobby 隻煙啫。我知有可能是特別講我冇話事。有時你真係睇到人赤見到冇歹勢嘛，講冇啊。你歹勢，你唔敢講咧，是佢他逼我去。有時我去，有時我做成個老爹咧，可能去搞一 arrange 物件。有時佢就夾去房間嘅呀，一人啊，一人嚟散，你肯去嚟揾個人。你睇嚟國妹時間咧，就頭尾就滯勁，諗下就只乜出。
我捌 try 去大 hotel 咧，時候一日兩人嘅房間大5個人了。我actually 我有一個 interesting 嘅 experience。你講下。我6年級嘅時，我對 I think 6年級 should be 6年級。6年級我4年 I think 就6年級。我人學生到了到啲 school， 伊人有先生帶我人去一個位啦，咪講到落啦。食飯啦。特別伊是正遠啦，唔是到啲本個位，出一個位去食飯。呢度是一個 resort 嚟，伊係有位。So 我咪講實際 detail 啦 ，because it's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我講。了 interesting is one of my classmate. He suddenly asthma attack. ขี้係咕。ขี้係咕了。你先生 actually 成個 stand 掉，唔知安怎做。講起實在。安怎做？都你別衝開啊！ขี้係咕時，但別衝。嗰時我人 actually 會到啲 resort 俾我人講，因講幾點會去佚佗 tennis。了你看伊啥無好事呢，所以我人走去伊個財經看，無好事，我伊上個ขี้係咕佚啲 cough 到啲伊個地先。所以我看，我講排行頭啦，這裡。所以我叫你先生。我叫我先生，我袂曉怎講起。所以我是人，我家己我 instinct 啦，家己 kick in 啦。我會曉家己去 call front desk 叫伊人 get a cab， 叫住。得。伊個後尾去拍電話去，伊紅險時候都會拍電話去迄個 front desk 叫人叫 taxi。當 taxi 來嚇。了我甲 a few 我嘅 classmates 跟我嘅 friend。如果我人甲咧 student 我說我人 just 跟我嘅 friends， 我嘅 friend 跟伊去 hospital。แล้ว等陣你有冇你甲迄個你隻人到上間房間有咩關係呢 ？Because all this usually 伊人隻人到一間房間。伊人 school 伊人會會出去佚佗 all these things even 會 lower 伊人 cost 所以salary 成個5-6個 students squeeze 嘅 because 你6年級嘅時你嘅成功就大。我係大。你夾 twin bed。你大。啲 hotel 攞嚟 twin bed 因為錢嘛。就抄我人出去佚佗咯。了在上橋是不是都 OK 啊？So that is an interesting event 咯。แล้วลอง幾人到5人到一間啊？我6間啊。毛毛菇，你聲好未 ？Yes, testing. 聽得好了。Okay, thank you very much。你講未講一半？回來啦，別緊啦。我有一個攏用 public transport。แล้วน่ะสิก็จริงๆ都看到大巴多嘅老嘅ก็是handicap 嘅แล้วลูกไอ้เหนียวอีเจ對唔對ลูกไอ้เหนียวอีเจแล้วลูกขี่起來แล้วอีไม่ entertain 喎อีไม่เจเลยอยู่แล้ว你拍攝喎咩啦拍攝咪貴即是講ลูกไอ้เหนียวอีเจ啦อีเจอีไอ接來啦อี接來啦嘛ลูก看到อี騎嘛แล้วลูก冇 manners ลูก冇ไอ้เหนียวอีเจ咯แล้วอีไม่應潮咯喎อีไม่ใช่咯喎อี講no need no need 咪接對咯屌啦拍攝啦，你邊有冇人看了你嘛？一路愛借都叫要，愛借啦，愛借你家借啊，แล้ว冇แล้ว end up 我係咪我表記我 next stop 我落啦，基本我唔到佢哋 stop 佢，我 next stop I had to go down you know。到落巴士咯。我落巴士我拍攝我同你講。而家當住人話你看拍攝迄個啊，等我看下有陣時。等我看拍攝是啥物？怎好當時拍攝一頭成個 gas
去做别项物件。OK， 我想到，你往時都拍啊，你點啊，那 office 上面無人啊 ，supermarket 嚟行，那人邊有人特別，你往時別打喊你出來啊，然後我一頭，我哋這人比較歹勢。嚇，我就比較歹勢。我假如講我有一條啊。Luang ubat sangat jeep lu jeep去每啊 lu 行 jeep 去了有人 lu 後尾 lu 見咩每可以行過可以行我對係每下這個我甲我的朋友我人去食 lunch 啦這個去這個Hilton 嘅客棧啊真貴嘅啊這個少年內安家寶內研究唔知係安家寶啦內有 girlfriend boyfriend 啦研究對我人後尾所以我人行去開門啦嘛我的朋友嘛是驗予伊咯伊內上啊唔知我人是蝦米咧講門啊內行過啊哦我未打閒啊我頂邊去我想要我喂你媽都發都無加入加死，你打波家己歹勢啊！一邊來看到我人老人喲，哦 ，thank you auntie，thank you auntie， 我未打閒啊咧，我甲你講。安尼好事，安尼你加死伊，無啊，伊巴肚就未曉。啊，伊歹勢啦，我唔是，甲伊講你屌你嘛無加死咯。你我就未打喊你人時，有人時一張小姐成家登面，成家都應該開門去嘢，嚇呢？你不打咧就無講 thank you 嘅時候，你就唔會嘅很擔喺邊。呢度行過啦，我係咩人就很擔。看下點解 ATM 咯？冇主動啊，冇主動。孟加利你會講咩嘛？冇啦，我講，有人是講比較歹勢樣嘅，都唔知啦，愛做拍啊，還是乜啊，冇是無歹勢嘛，做 office 樣叫做。有冇？那多多出來啊，多先係有咧無歹勢，有做 MRT 樣，哇！即我哋伊咱看到查某啊，做 MRT 內邊啊，對咩？做樣 cosmetic 物件咯。哦，播 makeup 啊？播 makeup 哎呦。哦，查某我講聽我特別一邊啊，美國唔知啦，後邊有啦，應該有呢啦。花車到啲車嘅 makeup 你有冇看過啊？安怎花車個 makeup？嚇！搭車係點聲伊 makeup 啦，伊車無行係點聲 makeup 哦。你話佢話，不過有咧有花條車，花條車伊會做白外毛咯，白加拉呢。我捌看過我花車就後尾時，你看到我見，看到後尾咪。有時有。你說你人困車換嘅時候會趕去做工嘅時候，特別轉啊！你幾時就係做了出來嘛？你過了 MRT 啊，一人看咧咁掛做，你有歹勢。John 個一條啊！個一條啊！你人捌看啊？迄個老阿姨啊，老人伊人若是愛放屁啊，伊人坐落去嘅。去上下坐巴士坐 MRT 啊，這是去高等嘅位啊。伊老阿姨坐啦，因為放屁啊，伊人嘅卡嘴皮翹起來，哇！你鎖你卡嘴起來啊！I give space 啊，可位可以空出來。唔可以寫出來，咪寫出來。冇伊若是，我又講伊若是無行，伊卡嘴尾起來啊，伊聲佢較大聲嘛。係咯，伊講伊準啊，個插硬聲啊！我刷伊卡嘴皮，伊 just 一條嘅時，instead of 配出來，伊曬出來。
Because lu刷淡薄，所以伊个 air 會 escape 嘛，伊風會 escape 嘛。所以特別你坐條路無刷，伊硬硬，伊 pressure 你極嘅時候。我問啦，幫未出。你人平時做蝦米物件，你會感覺到，哎呦，歹勢，等無人時間做嘅物件講。但特別講卡時，你要做咩樣時，做啊感覺到蝦米物件歹勢。OK， 我後來我鼻坑啊！對，看車是我鼻坑啥，哦，那是邊個人？哎呦，死邊個人講？無我假如即個啊去踏車紅火車火點先，你知咧車擺掉，你逐人你看正少多少看人咧，我袂打閒啊，有一個看那少年家啊，看那呀，看那呀含沙成一直條笑到我。我actually 我無平衡晒嚟，我驚死啊！你看到我喺內邊啊，我出來了，嚕了，下去我開住下嚟，呀，真真唔哦！我 actually 唔是平衡晒，我無平衡晒，我 just 驚死我了啦，嚕去我手無平衡嘛，แล้ว我開我嘴下落去我黐嘅位，家己喺邊面走。冇話我冇特別，若是人教我笑，我就解笑就對啊。特別查某無上啊，查某。查某係怎？就是你是查某嚟講，你較驚講in case 確定樣，你含濕啊，你個鼻屎啊，什麼，你驚嘛？我鼻屎咯，我鼻屎咯。個鼻屎啊驚。我鼻屎。我朋友講過事情。嚇，你講咩？威玲。我朋友，我聽過我朋友講大波啦。伊是橋人，伊是 mix， 啥大波白白睇咯。我等下，我先係尋證下，冇尋證等人啊。了有時就是講啥，你在去學嘅時，嗰陣嘛，嗰了 student 咪是對到嗰邊學，為咗借了頭卡嘛。了有一時看到頭前一個查某，伊起來嘅時候，一直地物件不倒在哦。我知了，你幫無好勢，落地架樓，落地架樓，就是不倒出來。哇！你講看到我鬧誒。落地有 jam 哦。有來哦。有 jam 啊 jam。你無講。strawberry jam。strawberry jam。等陣講就歹勢，咱若是講查某嚟過嘅時候，嚟垃圾嘅時候，你咪是你衫褲是運出來，掉到你衫時，你咪是只歹勢咯，對哦。對，不是。你捌掉過啊？中學是掉過啦，朋友跟我講啊。講你講硬掉啊日本仔機啊嚇。諗食喎，諗食加硬日本仔機。日本仔機咩一檔硬啦。大媽咪大，那時我係一個學堂嘅先生咪是掉過，因為日本仔一罐個白色嘅，然後掉下，歹勢咯。你講若是講亂看到啦，介啦 ，OK， 看到查某有啦，了你會去甲伊講，我講你有 stain。若是講我白嘅啦，若是講佢行路邊看到嘅，叫爸。我冇估，安怎講咧？你冇可以拔落去咩？伊會阮開，我頂個有做工嘅事啦，阮健身誠大嘛，所以
真濟 department 咁啦，白白落來都真正嘅。แล้ว有一個 HR 嘅查某就，伊無講真水啦 ，OK 啦。แล้ว就是伊就一個講啦，一個 N 行啊，另外一個 N 都知喎。แล้ว伊有一大啲阿妹啊，咁人看啦，無人敢甲伊講都知喎。แล้ว one of 我 friend 我 colleague 走去甲伊講，伊個8嘢。你叫查某？哈，伊個咖喱麵店呢？喲。你講你無 respect 我，你講安尼大聲，我甲你變面。I think 係會教人講，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了，the method of approach。對，你對邊講？安怎佢講？你問下謝人頭先佢講啦，你成日走去佢講，坐住邊啊時佢講，你對邊佢講 ，instead of 佢講，哎呀，你係落地啦，我驚啊！你講咯。冇變嘛，你就俾佢講method of approach 啦。你哋去來就講你咁樣你得去就係經濟看你差咩？係講我唔是特別我 just 會甲你講。而家你一人看掉啊，同你講啫。無啦，你甲細聲去甲伊講，細聲袂使大聲講咯。It's method of approach 啦。你放假你落地你過來嘛？But John 啊，你講安尼啊，查某啊，啊毛糊講啊，落地拔刀落來啊，大波咧，亂看，大波去幫搖出來啊，伊是無拍起來。對呀，都是有安尼啊。我都是調伊個 joystick。Because 打波 is natural, sometimes 你關係啊，情嘅時你唔掉，你伊會 parking 我幫。唔是，伊無掉，伊入起來了，伊咧開下。哇，隨行。你有地卡冇？我未見，這個好。你是看未到嘅飛機啦，是講看到伊機開剛啦。我看到機開剛就算啦，你要去笑，你去上呀，點解未到字啊？衰嘅。阿 John， 這個好，這個啦。zip 俾佢冚啦，我嘛是點解最後嘛是上手俾佢冚咧？喂，阿姨，但我就不是衝住我咯，我必定嗰部冚啊！我必定會。我啲佢冚咗咯，喂阿姨呢就衝住我，喂我媽嘛是衝住我咯，我必定嗰部冚啊，我嗰部冚啊！咁就係就是當細漢嘅時候，我記細漢嘅時候，我細漢時。當細漢時幾歲幾時開始成績嗬？安怎會知？係咪幾歲成績考？細漢到成績考？我細漢時冇成績考喎，細漢時。我印尼但你有大人細漢 already start 成起來啦。哦，我只隻大漢，唔是隻大啦，我18歲嘅成績考喎冇。哇，你講到是薩基卡啦，阿 John。哎呦，阿 John 都18歲嘅成績考了，我那是係。應該招來啊！你知咪叫高調咯？我就是唔知做咩事細下，阿丁聽到是用冇 train 見到成績考嘅，你就俾在。阿 John， 你就你冇成績考啦，你係前轉就係前考有 zip 嘅啦，你就是叫嘅。你就叫了嘅，我就是點解下有一幫未記成績考嗬，就是 zip 叫咯。哎呦，聽個半死哦！考到冇白晒啊！原來你冇寫字咩？你呀嘛，就是個阿細漢呀嘛。我發得就講電話咯，就搞慢慢加接過嚟咯。哦，你咁樣你朋友係咪嚟過啊？你來了，呢啲借啲對面。喲，你扮你朋友談咩借？你我插嘅人哋借。你講咩話嘅？哦，我諗特別拍做到拍攝物件。拍攝。我講佢行實講，每你細漢嘅時，成講你成個唔加去 order 物件食啊，你細漢時只拍攝唔加甲人講玩，可能。哇 ！introvert 就唔好咪加啦，講下人講，
กำลัง interact เข้ามารู้สึกไม่ว่ารู้ว่า冇啦，我家講甲白講話甲白人咧，我特別講話甲白人，我較適合去檳城啦，因為啲檳城我係曉講福建話，我梗係講話甲人，特別我人細漢時代去 KL， 我袂曉講佢人話，所以較坎坷啦，咱去店嘅時，去上個菜館嘅時，我較唔敢講話甲人啦，因為伊人講佢人話嘛，我唔袂曉講，佢本袂曉聽。哦。會曉咩臭話爾啦？按照你你大係咪小弟數咧？所以你冇學到啊？我小啦，但係我講了我係劇定講了是福建人啦，講福建話了我人嘅厝本有一個阿咪姐，伊本講福建話嘅話誒，特別我講啊，伊本會曉講佢那話，特別伊無教啊，我無學。當今你有聽啊？當今有講未？會曉淡薄少少啊。哦。你個有講嘛？多咯有講。別怪啦，大鐵嘅有人哋估了，別曉講就慘咯。阿 John 啊，識聽唔識講啊？識聽唔識講，識少少扮代表啊。阿 John， 我係廣東話嘛是上寬，咪是偏食嘅。我本是偏食。偏食嘅，我就是 support those account， 我 support account 啦，就是喺度講廣東話嘅嘛，所以就偏食咯。人個講我，你講啲阿尊，你講我都有啦。我等佢就話咩排蛇啊，我唔敢講佢個轉咯。排蛇啊，就是啦。當講無咩合講時嗰條講啊，做間時條講嚟排蛇哦。講掉一講翻啊。掉一條咧，嘰嘰格格。我較濟啦，我做工啊，較濟咱這邊是講問福建話，特別有誒講廣府話，所以我那時係講識講福建話無，伊人是講袂曉。袂曉講府啊，我唔識，識聽唔識講啊，所以講華語咯。你拍動來學咩？你還是直學嘅？冇啊，我請一個老師來助教啊。領導啦，做工時啊？做工嘅時讀了，興老師都對，了下工了嘅時我。係講了時有影真骨，老師一禮拜3擺來教。retire 是嚟教當金啊？當金。咪教啊啦，當金別貴。我去中文嘅教堂啊。對，應該點？第一排是這邊啲英國啊，咁了伊個菜館，咁了是香港嘅人，咁了你若是去唐人嘅菜館啊，咁了是。香港嘅人，然後伊看人，你看伊，你入去坐落嘅時候，伊看你唐人面啊，伊看你款本，伊想講你本是香港嘅人啊，伊人夾伊個 menu 來啊，特別我袂曉讀唐人字嘅，所以歹勢就講嘅他我唔識講普通話。互伊人到底，伊人看衰你啊！伊人看你啊！你若是袂曉講，跟人話後面袂曉本袂曉讀伊字啊！伊人做成個你是阿摩人呀！伊了解歹勢就啦。做得別上啦！我都成 outsider 呢嚇。好啦。邊只我人講歹勢是講係咩啊？去咧電梯人幫配裏面電梯嘅。電梯啊啦！就是成個話啦，我隻長頭是安尼款嘅啦。隻長頭一幫配啊？我是個長頭，特別長頭冇個話。我個一幫配隻檸檬個老細嚇。你本嚟會記啊？我去意大利嘅時，伊人做伊個檸檬嘅成個生嘅檸檬啊，蘇貝阿莫話講蘇貝，我食較真一隻啊，特別啊，伊個檸檬嘅油啊，做好啊，鹹晒啊，第一慘咩？然後我啲徛啲伊個bus stop 時啊，我啲等伊個 bus 要來時，我成講無啦，我出配淡薄啦，我幫配淡薄。我幫嘅時啊，哎呦，慘死哦，淡咩啊！我想講伊出來啊，特別好夾仔啊！我穿我底褲啊，伊個底褲縮起來，伊個水淡薄。John 啊，唔是係日本仔字了啊，即是
这是虾米所在有巧克力的字啊？唔識嘅，我唔識嘅嘢。無啦，我有一個故事相款啊，我有一個故事相嘅咧，看嚟有一道啊，我破病啊，老細佢真係謝啦，所以我未出門，แล้ว我大啲厝啦 rest 啦，所以我想講伊好事嘅事啊，我想講阿無我去一次禮拜啦，所以禮拜我就要去紅高燈嘅嘛，去唱歌家己嘅歌嘅，所以我想講 OK 啦，我去啦，我先大啲厝了啦，所以特別我本驚，若是我報到官家，若是差唔多要做蝦米啊，所以我要清衫嘅時候，我切起來一個黃西抓，切起來。老弟，喺呢邊咧，係看個病啦，所以若是上曬咁多嘢做起來嘢知啦。啊，我黐起來話好病。哎呦，聊，個屌對下未？對嘅。你做乜嘢？我想講，哎呀，我想我被放嘅，報到公家淡薄啊，我想我被放，所以我點白起來啦，去後邊去伊個怎麼去伊個站經啦，然後特別我搞掉伊站經嘅時啊，伊報到就無官家去了，我好事了，我頭來看啊，頭開始，慘死我一幫曬咗冇去，冇咗隻鬼啊！因為我想講咪是安怎啊，伊咪是落起來咯，拍下樓咯。你那邊講咁等，啲頭家啊，我哋太錯啦，特別我未吹炭啊，我出去啊，我直看啲頭家，我未吹炭都知冇，未吹炭再叫佢一冇去啊！你卡吹只去啊！你卡吹只去啊！我想啊，佢見啊，有一個見啊，咪是吹炭咯，吹炭伊個旁曬咗啲頭家翹起來啊！啊！我想講，應該講，你做過咩嘢嗬？我冇做過。我冇做過，我唔做過。我有時嗬，人家巴肚冇咩送點先嗬，我就驚佢夢見出來嘛，我嘛夾一頓啊，我係卡層看得緊咯。And then a bit in it， 唔該笑。我哋笑啦，我講。我安關了。那個拍寫嘛，特別有個部拍寫嗰個嚟寫啊！我講你聽啦，隔咗兩本有相款，你款嘅經驗啦，特別人看最是經常講呀。啊，嚟講，你嘢到你落地就對你看出嚟了。對啊，是你請德考啦，那是請德考啦，應該是拉德考入面嘅嘛，冇可能拉考卡嘅嘛。你是不是冇請德考？你是唔是冇請的考？係咪？你冇請的？有啦，要請嚟講，冇，我係的考，我係的是成個 white front 成個 briefs 咧，我係的考是 shorts 嚟。哦，所以零，就零都物件那是拍個佬啊，穿落伊個路個卡，伊個蓋卡，出來啲路個邊邊啊。笑。你打波前一講咗啊，你那時候阿豆嘅，你唔使用防曬抓，你去買你查某嘅咧。我係廚房啊，為你看你物件。哎呀，各種我嚟台灣試過俾我一包嘅西貝。大兵嚟，歡迎你去查包你嚟買短嘅。安怎買啦？即係兩大波啊！試過，俾我有 wings 啊，俾我有 wings。呀，講掉48寸嘅啊！係唔知用你Cortex Freedom 你咩？ YouTube
我使去看ding the bell 係ding the bell 最近嘅 episode 咪個價啦，一樣嘅。dingthebell.com 啊，我去看個價啦，即係個價都用 tampon 嘅話 demonstrate 都會佢。แล้ว阿 John 成日前幾個物件咧，我全部拿做嘅。因為我厝咧有三個查甫，所以我按做佢 access 叫嘅，冇所謂嘅。我講聽，你卡太死，你卡最坑啦。One thing 是我成日研究中啦，我不 try 過，我不處過啲啦，特別我處啲啦咧是，我冇暑假，我係卡最偏嘅條物件，你知唔知？你見我啲成日硬呢，我想。我就近看都冇咩行路嘅，你卡行剛剛嘅呢，所以我就行到啲外邊咧誒骨咧就走就閃個起來頭整起嗰陣時。耍會 migration 頭。我講嘢攞另外一個啦，我個死我佢死咁樣滯㗎啦，哎呀，地方我唔是乜個啦，我接落接表啦。呀，你就係咱有當時嚇，咱若是穿 jeans 就啥物啊，你唔是穿一刀啊就顯嘅嘛，讓有嗰隻穿幾嚟節嘅 jeans 啊，嗰隻 jeans 有穿幾嚟節，我冇試過 jeans 一定叉冇你個死，都我咪是穿幾嚟節 jeans，咪是往時你頭啊是對處時你咪是頭，我呢一頭底褲啊背啊，呢一頭呢頭啦下掉。一下架件，咁我就情緒就拖起嚟情咯，拖起嚟情嘅時啊，我嘅自己時我係朋友啊，結果我嘅更加到中間嘅時候，因為卡呀出來咧，我這邊有條咩就出來，下面條，你叫出來回來啦，你炸灰情嘅唔會掉到啲裏面去就，我嗰陣唔是地殼，你就可能試試地殼嚟講，你前日自己 office 時間到啲卡係拖一條地殼，拖到啲卡。哎呦，大兵還你啊，大兵！阿 John， 你做嘅物件我幫有做到，辦好。我咧時候愛穿點時候係 separate 穿嘅，我是另外穿嘅我。穿嘅咩？我是另外穿。另外穿嘅咩？我做緊做成款呢，我是今日嗰陣嘛做節落來，但我係穿點衫呢，我是另外穿。一條掉可以。一條穿吧咧。有對，特別有特別伊是因為伊夾出來，特別伊背掉到啲伊個褲襠嚟，你知哦。所以穿伊個。是講伊背嚇，伊背伊咪穿佢先嘅咯，攞住佢特別掉到啲褲襠裏邊你唔知咋，所以夾啲慢慢夾出來。John，我過一個故事，我這裡是我係中國嘅，我係二哥嘅故事。伊甲伊個某，伊有兩個查某，伊人去美國嘅時，伊人去伊個飛機鋪，伊人要等伊個飛機嘅時。伊去伊個在眼鏡去幫曬，然後伊佇坐落幫曬嘅時，伊聽到伊人報告伊個飛機被飛了咯，所以伊出來講切卡吹穿衫了走出啦，然後伊走出時，伊人佇排隊大啦，伊人佇排隊伊隨陣伊個某甲伊個兩個查某佇排隊大，所以伊去參加伊人啦，伊參加伊人嘅時，伊個某。甲伊個兩個查某直直看伊直笑，然後別人不直直看伊直直笑，伊唔知係咩事。第四啊，你知啦，伊怎麼抓掉了一下？伊怎麼？伊穿伊怎麼抓？伊無聽，伊好事啊！伊怎麼抓？一個長一個。穿起嘅後邊，伊個幫曬抓啲條條啲嘢後邊。前期嘅幫曬抓啦，無曬啦。前期嘅啦。佢嘅慘嘅是，我是我到印度嘅時，我咪是特別坐火車8點鐘就。Before 我去下你 train 嘅時啊，我就來咧就。就個即係你去印度嘅 public toilet 無上嘅就一隻呢 interesting 嘅。伊是空嘅，唔是借落嘅。唔是。伊空嘅，特別有物件內面空嘅啦。
中國嘛是安尼，中國嘛是安尼，別人你使看落去啊。呢個叻，係咪啊？我去嗰時候，我前咪是咪去開車啊？咪是去 train 嗰時候，哇！then 佢掉落8點鐘啊！哇！會流曬就，所以咪是走去就係幾嗰時候，走去 train 嘅 toilet 就 train 嘅 toilet 去到樣，哇！一搖去嘛，一攰啲搖去嘛，如果唔別掉嘛，都個苦了啊！出嚟坑個嘢好了啊！你卡出啊，就你坑嘅啊！嘥嘛，咁好嘥。我擺我上面係看得落。會看到誒，我哋一定會唱落去啊！你大係抗嘅啊！冇頂嘅下冇 waste time 嘅喎。KTM 嗰陣咧，我不住佢本 KTM。你去過係啊？嗰個唱啊？real 咯。誒冇估啊！成個錄講咧，即係話是啊，放出來成個想見到人咧啊！呢啲清咧可能盤嘅自己幾咯。掉咯，卡掉嘅。係咪？啊，但係你辦嘅時叫做 aim 啊。都怎麼 aim 哦 ？aim 你想見人出來嘛？是哦。阿 John，入嚟小去有你卡，咪好個就冇掉位卡啦，對。你又即係話，反正咪是清咯，我爽呀 ，OK 啦。冇袋啦 paper。Oh my！佢冇追咋？佢冇追，佢冇袋啦 paper， 看我手唔知要用咩衫，是係咪唔記得？做咩啊？你被罰了，都冇 choice 啊！冇嘛，咪你佢講嗰啲，用都係嘥，後邊出兵啦。個將買咧論盡啊，吹！被罰了都要被做下面，下面係吞用了。Then that's why after that 是未做波行嘅嘛，因為我聽到人話考喺啲袋裏邊單話嘛時候，我直頭開門冇情況。都翻得俾多少乜嘢？我咧啦，唔該晒。嚇？讓家己曉行來啦，讓家己有人。我唔知嘛，讓家己嗰邊嘅人讓在無袋裏邊不多推你嘛。都讓家己啊，你讓有嘛？你讓貴過粒嘅一個咧。攞啦，困。哎呦，哭掉個5 minutes 10 minutes 單條人嚟。哎呦，can you？你想起來啊，像個大兵講啊，伊即個會看到伊即個，然後開車若是過了人行過開車會 track。係啦，你被拍過啦，你冇立條仔嚇。哦呀嚇，有少。你行過啊時候，還是我行過下你開車路嘛時候，你要下過伊個西啦，伊個了嘛。哎呦，了，開車路。Come to India。阿 John 講到西河，阿 John。西人有 dysentery is common。到嘅？你嗰陣時講到西河，你不 try 過拿車落西部。搭車落西唔係，我嫌佢落西當冧西車，特別冇。呢個咧 happen 啊！我雖然點聲，但唔是我啦嚇，我唔係咁勁啦嚇，但係佢哋人嚟睇我，我驚佢日本人都嚟對我唔敢講。and then 因為坐車咯，發到換車咯，and then 換車，and then 嗰個就講我不多聽，I try 啊，所以那我發到就直接換車，我堅決要出嚟先嗬。你講除咗成路車咁先嗬，伊未亂了，踢出嚟啊！踢出嚟啊嗬！然後我伊就找個阿伯一陣最勁愛搞掂咯，之後有時啊，啲勁，耶塞啲嘢可靠咯，哎呦！然後我就愛用抓嚟點切起來咯。英國腔啊！嚇！英國腔，你會記哦。嗱，大擺那是本來福建嘅一個，你講啊，大擺就講食，唔就係你報道有，佢咩個冇講食，
真係是江西嘅咧，江幫佢講。嗰隻，咱福建人是有江西嗰隻呢，然後嗰隻你諗法有安尼可能經驗無？你去真經啊，去幫助還是幫洗手呢？你接去時啊，有一個人巴魯要出，你就知啦，你接去時你就避掉了。伊老細佢真經隔了臭味，特別你接其實你去幫助呢，你洗手時了別人接嘅時，伊人避掉伊曬避，注定你想個你做嘢對，我睇乜你做咩做聲？咁邊個班啊？咁邊個班？你做咩講嘢？講唔是我。係啦，特別都冇，伊人成日冇上線到咧，你成日冇上線到咧。Okey, lu ijuling lu sial lu kia chui si pang pui je. 就是上個咧電推嘢啦，我係朋友就講。哦，嘿，你幫佢，我講你唔是我，你問你自己幫佢講是我。亂啊！OK， 咱笑蛋，咱直接叫要包槍過，咱咪開聲。冇啊，或者咱個想到啦，聽講想到時，咱個再開個另一個話題啊。OK， 各位聽眾，這禮拜嘅 back up 呢，就是青枝啦，老家青枝，今晚南西又嚟แล้วก็มังกาลีแล้วเอ็งกำเตียงมองกูเจ้าแก่แต่เป็นกาตมาบัวยาลิง有我今 miss 到咗。嗰一個是阿咪咩名啊？龜年都係龜年都對。龜年都咁。我咪講幾個順仔入端嚟啊 ！OK 啦，我接位時間講另外一個話題先，希望兩個讀端嚟啦嚇。OK， 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OK， 阿 John 啊，我準備走啦。OK， 拜。準備對啊？準備走啊？英國獎。準備走，英國獎走啊？哦 ，OK。Alright， 但係咱講幾個故事先啊。我琴日時個開櫃咧是讓未通嘅人咧就 call Skype， 我咪免 call Skype，send 個 message。OK， 我等琴聲啊嚇。OK。看個都對啦。OK。